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alker。咁我身後邊咧就係元朗嘅最新屋苑啦，朗天峰啦。咁佢一房兩房嘅單位其實都賣得七七八八啦。咁而家主要賣緊都係啲三房嘅單位。咁今日大家睇下咧兩個三房嘅單位，一個咧就係連家私嘅示範單位啦，另一個就係冇家私嘅交樓標準單位。咁帶大家睇睇朗天峰呢個三房單位，實用面積有539平方尺，廚房採用緊廚嘅設計，一個 L 型嘅開積。齊備晒基本嘅家電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。廚房望出咧都有個山景嘅，跟住睇睇客飯廳，空間都闊落，夠位擺一張3座位嘅梳化。露台係一個3x1式嘅設計，咁啊夠位擺啲台凳喺度坐喺度休息，觀賞景觀咧都好舒服。景觀咧望翻西北邊嘅景觀，以村屋景為主。走廊左手邊咧就係洗手間，設有浴缸。要留意洗手間係冇窗嘅。不過天花頂咧，亦都裝咗個浴室布。走廊嘅右手邊咧就係第一間睡房，見到啦，擺咗張單人床之後咧，旁邊都夠位擺一個衣櫃。窗外嘅景觀咧，都係望翻西北邊元朗市嘅景觀。跟住嚟到第二間睡房，咁呢間睡房咧個景觀上同阿姐有啲唔同嘅。呢個主要望翻南邊，望向大棠嘅山景，景觀相當之開揚。最後咧睇睇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咧就擺完雙人床之後咧，都可以擺埋衣櫃同埋書台啦。雖然做唔到三邊落床，咁但係以500幾尺嘅空間揀咗3間房出嚟，咁都相當之唔錯噶啦。喺主人房望出去，都係望翻西北邊元朗市嘅景觀，相當之開揚，亦都有啲山景可以睇到。跟住同大家睇下冇家私嘅3房示範單位。提提大家，朗天峰係得一處咧，係做3房嘅單位嘅，咁係位於1A 座嘅 A 單位。咁同埋朗天峰係得3房咧，先做一個緊廚嚟嘅，其他1房2房單位都係開放式廚房。朗天峰嘅特點咧就係高樓底啦，有3.5米嘅高度，相當之實用。冇得閒咧，都係考慮向高發展去訂製一啲家具啦。現時咧，低層、中層、高層嘅3房單位咧都有貨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都可以揾我帶你哋去睇睇。至於價錢方面啦，咁佢而家個尺價咧，低層大概係13000幾啦，高層大概15000幾咁樣嘅。價錢咧大概低層就720幾萬啦，高層大概係800萬到。至於屋苑嘅管理費咧係4個9毫半。屋苑咧設有穿梭巴士啦，去元朗站。如果你想喺元朗區揾樓零新、景觀開揚嘅單位，可以考慮下朗天峰。歡迎揾我 Walker 安排睇樓。今次嘅介紹到呢度，多謝你，拜拜。